少女假装向师傅认错，却趁师傅不备，长剑抵在了她的脖子上。后面的干尸九妹急忙虚空一指，封住了师傅的穴道，然后上前拿掉师妹的长剑，拉着她向师傅磕头请罪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弟子绝无害你之心，只因弟子深知罪孽深重，已无法得到您的谅解，才出此下策。还望师傅您念弟子往日对师傅一片孝心的情分上，将四大皆空的解药赐予弟子，放还弟子一条生路，让弟子自生自灭去吧。干尸九妹边说边哀求起来，哪知一旁的银珠竟出乎意料地点了她的穴道。傻姐姐，你上当了。银珠满脸奸笑，拾起长剑走到师傅跟前。干尸九妹顿时紧张起来，求他不要伤害师傅。哪知银珠和从前判若两人，竟然恶狠狠地让他闭嘴。不然我连你也杀了。三妹，你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哼，师傅，您知道我想干什么吗？你想当宣主？干尸九妹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外表文弱、从来不争不抢的师妹，竟然有如此大的野心。哪知银珠的野心还不止于此，她居然还想当武林霸主。就凭你这两下子，我看你是找死！银珠冷笑一声，自负有10分的把握，说自己的武功虽然比不上师傅和师姐，可现在金珠已死，师傅和干尸九妹又被自己点了穴道，整个丹凤轩已经没有人是自己的对手了。干尸九妹惊得目瞪口呆，做梦都没有想到银珠竟然如此工于心计。而银珠此刻已是得意忘形，讽刺干尸九妹看似聪明，其实在三姐妹中最蠢，因为一个男人就迷得她晕头转向，根本成不了大事。说起来，事情这么顺利，还真得感谢那个尹建平，要不是他的出现，你也就不会犯这么大的错，让金珠抓住把柄，逼上绝路，我也就不会这么轻而易举的将你们各个击破。然后又说会替干尸九妹好好照顾尹建平，因为自己对付男人的手段比金珠更加高明。干尸九妹见他竟然如此狠毒，又是愤怒又是担心。而银珠又转身嘲讽起了师傅，说金珠还没走远，他们师徒有什么话可以到黄泉去说，并说阴间里的武林同道更多，到时候他可以在那儿当个武林霸主，同样威风八面。你替师傅想得真周到，师傅就谢谢你了。哼，不客气，那弟子就动手了。